好，录影开始。我即摆问咱迄个姊夫吼，即摆要嫁查某囝的心情到底是安怎？啊，足欢喜啊嘛，心情嘛是会真紧张吗？毋甘啊，真毋甘啊。毋甘吼。嘿啊，一定会毋甘的啊。哦，嘿啊，嘿，对啊，头一个嫁查某囝当然心情会较迄落啊，紧张是一定会啦，算头一厝啦。头一厝啊。头一厝做人迄落啊，算做。丈人啦吼，第一届做丈人吼，当然会紧张啊，嘿啊。好。啊，心情一定较毋甘的啊，嘿啊，嫁查囝甲娶新妇无共啊。无共哦。无共，娶新妇的心情就是一定会加足好的啊，嘿啊。啊，嫁查囝就是嫁出去啊，啊，娶新妇入来就搁加第三囝啊。好。嘿啊。好。啊，是讲今仔尔啊，毋是嫁美国啊，嫁遮早15分钟就到啊。15分钟随时就到啊，嘿啊，较足紧的啊。15分钟就到。对啊，嘿啊。好，咱访问了迄个姊夫完成啊。